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我係鼻哥窿，作者阿粒。嗨，我係鼻哥窿啊！我住喺一個肥嘟嘟嘅小主人面上面，位置啱啱好，唔高唔低，正正喺眼睛嘅下面，嘴巴上面。好多人一見到我都會先望一望我嘅外殼，但見唔到我嘅真身。我雖然細個，但其實好重要㗎。有人話我外殼似一個小山丘，亦有人話我係面上面最勤力嘅器官。聽到呢句，我真係有啲開心啊，因為我日日都唔偷懶㗎，從早到晚都一直工作。我最主要嘅工作就係幫小主人呼吸，每一日、每一分、每一秒，我都會吸入空氣，再將空氣送去身體入面。空氣雖然你睇唔到，但係佢好重要㗎。你行路要用空氣，跑步要用空氣，瞓覺都要用空氣。如果冇咗我，大家就會覺得唔舒服㗎啦。雖然鼻哥窿細個，但我唔係普通嘅小角色。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。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